張咦？卡。但係佢教你行金鐘道嘅咩？是但啦，最緊咩環境先？但係佢入泊使唔使做手續嘅？我就唔知啦。唔係做咗嘅咩？冇手續做，係扣咁多扣咁多。是但啦，不過。隻手唔好企邊邊，唔好企邊邊咯。你而家逆線行駛緊喎，好似。又好似唔係咁。哇！好窄㗎咋呢個啲路。好安全。慢慢就得㗎啦。跟住扣你幾多錢啊？你攞咗啦。150。我落翻閘嘅。過咗佢又落㗎啦。好，接咗。靠右定靠左咧？唔知。呢度。佢又叫你靠左，但係720就靠右。是但，靠左唔靠左。前方左轉，然後100米左轉。開始導航，前方左轉，然後50米左轉。右左轉。金鐘。前方左轉，前方50米，在第2個路口左轉，進入金鐘道，直行經過第1個路口。係咯，翻返去。燈路口直行，請保持直行。走左側兩車道。在前方路口左轉，然後50米靠左沿主路行駛。前方靠左沿主路行駛。前方300米有3岔路，請走最右側岔路。我覺得你要轉一條線嗰種。最右啊！佢話最右。走最右側岔路。去皇后大道東。OK。前方200米，通過紅綠燈路口後左轉，進入軍器廠街，直行通過紅綠燈路口，然後100米左轉。係咪啊？是但咯，嗰邊都得嘅。遊下車好咯。係啊，唔應該行呢條嘅。係咯，我就係記得呢度會轉右。呢個啦，呢個方向啱。請走左側兩車道，前方100米左轉，進入軍器廠街，然後直行，左轉，然後直行。前方掉頭，然後150米左轉，進入匝道。唔係啊，掉頭唔夠嘅。轉得。前方左轉。
駛1.1公里，前方紅綠燈路口直行。呢個嘢買得唔到。前方紅綠燈路口直行。呢條路你好熟前嘅。方紅綠燈路口直行。你喺度整車嘅。前方紅綠燈路口直行，走左側兩車道。左側喎。做嘢啫啫。佢有巴士霸住有咗。巴士去上懟個頭出嚟。會唔會俾你試呢？佢打左燈。唔需要巴士行得，唔使點。巴士真係行得好衰下。前方400米，在第二個紅綠燈路口左轉，往北角、九龍1號幹線方向，請保持直行，走左側兩車道。唔使直行通過第一個紅綠燈，然後在下一個紅綠燈路口左轉。請走左側兩車道。左右左左再左多。左轉，往北角、九龍方向。雙 Q 前方200米，靠左沿主路行駛，請在主路保持左側車道行駛。成日都行咗右邊咧，就去九龍啦，咁就又陪我翻屋企啦。啊！你提我陣間記得俾卸妝嘢。靠左沿主路行駛。右邊就翻屋企，唔係，左邊先翻屋企。翻我屋企。就咁樣咳到前方400米向右前方行駛，進入匝道，往北角、九龍東方向。請注意急轉彎。你啱啱揸車嘅時候，我哋咪研究點樣去九龍。我哋成日行嚟呢邊，但我記得你去到九龍翻屋企咁樣向右前又去翻方行駛，木頭。進入匝道，往北角、九龍東方向。仲喺度睇晒啲 Google Map 啊，實地圖啊。前方400米靠右行駛，往大坑、銅鑼灣方向，請小心左側有車輛匯入。靠右行駛，往大坑、銅鑼灣方向。前方150米，向左前方行駛，向左前方行駛，然後靠右行駛。